其實我睇得到大銀行最優惠利率 P 咧，去翻到5厘啦。咁其實喺過往嗰個歷史裏邊見得到，依家係最低位嚟嘅。如果純住宅嚟睇咧，咁其實依家大部分個我哋叫 H 按啦，H plan 上面都有 P 按喺度，我哋叫做封頂息率嘅。咁喺過往幾年咧，美國加息嗰時，我諗供樓人士應該都 feel 得到嘅。咁其實佢有個封頂息率 P 嚟講係做咗個封頂嘅。咁如果係咁樣睇咧，其實我哋依家其實 H plan 同 P plan 其實基本上融合咗嘅。咁最緊要就睇翻嗰個封頂息率有幾高咯。咁但係如果係非住宅物業咧，就要留意啦。咁就可能揀個 P plan 有機會就好啲，因為 H plan 通常嚟講就冇嗰個封頂息率。如果短期我哋睇到喺3厘半以下徘徊啦，大概近3厘邊就叫停啦。長遠要睇咧，就要睇翻美國減息個幅度有幾大，同埋有幾多資金嚟香港咯。咁最低嗰時候喺5月份都見過0.5啦。咁如果真係多資金嚟香港或者係美國減息個幅度係大嘅話咧，咁其實 HIBOR 反覆仲有機會向下試。